大家好啊，我係 Alan 啦，又見面啦。今日係第3集啦，動態伸展第3集，呢個就係4頭行，拉住個4頭肌行。咁點做啊？微微離開笪地，嗰個腳踭，微微離開笪地。嗱，如果你唔夠平衡，可以前腳掌啊，好，如此類推，前腳掌啊，望一望向後，向後難度又會高啲㗎啦。呼吸，呼吸，好，側邊行俾大家睇。係啦，咁盡量唔好貪快。啊，如果你拎唔起嘅，你提起咁樣拎。係啦，如果可以嘅，屈後嚟行，屈後行。係啦，唔得嘅攞啊，即係烏低少少個人啦，但係小心壓頸，咁樣烏啊，咁樣烏啊，如此類推。10米，冇10米你就原地運2步，行翻去後邊啊，原地呼吸呼，感覺拉斜。係啦，咁亦都係平衡協調啊，嗰個平衡協調拉筋係啦，練力都會有齊喺度㗎啦。咁希望大家中意啦，我哋下次見啦，祝大家有愉快一天，拜拜。